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电举办技能的竞赛，参赛的员工有1000多人，上少年的19岁，上资深的65岁，这个比赛真精彩。爬起哩电火跳，骹手拢真美丽。现场操作的是配电事故换开关，操作人员就爱伫10米悬的电火条顶面作业。这是台电今年度的技能竞赛，参赛员工有1071个，上少年的只有19岁，资深的有65岁。比赛项目除了8关的事故配电检修，也阁有输电外线作业。爱科技的搁一直头试试，专心手来工作。这个项目当中有一个女员工23岁吴怡心，高职读的是资讯，因此加入台电行列。一开始很陌生，然后你要就是多去尝试，多去做，然后才知道就是说，你可以到什么程度。虽然是新手，但是技巧嘛是真熟练，只是前辈每一个拢真厉害。新人老者对决，输赢也毋是重点。这场竞赛大家拢表现出应该有的专业。